我们做人要将心比心啊，各位对不对？几年前，曾经有一位患血癌的年轻人，有一天在他的朋友来看他之后，他突然间哭起来了，向医生忏悔一件事情。他说：“刚才来的那一位胖胖的朋友，以前呢，他常常放生，我都笑他傻瓜，有鱼也不会吃，放什么生呢？我这样取笑他。而且等他把鱼给放了之后，我就跟在后面去钓。我还自己觉得好聪明哦，好得意哦。我把鱼给钓回家之后，又把它放到水桶里面，重复的钓啊，看那个鱼重复的上钩，就嘲笑那些笨鱼。那鱼怎么那么笨呢？今天我做化学治疗，整个口腔都破了，甚至牙齿整排都摇动了，我才知道嘴破原来这么痛苦啊！我很忏悔自己的无知，怎么如此狠心的让那些鱼呢，每一只都重复的经历这个口夹穿孔的痛苦呢？现在就是打死我也不钓鱼了。我那个傻朋友啊，还来看我，我现在才知道他不傻呀，我自己才是大傻瓜呀。他哭得全身颤抖，叫医生要以他的亲身经历来劝导大家，千万不要再做那些让众生受苦的愚痴行为，以免果报返回自己身上。很多人经常会很大的力气去讨论，我们要放某些动物生存，对人对生态是有害呢，还是有益呢？却很少人用心去检讨自己的生存对人类、对社会以及生态是有害呢，还是有益呢？很多人反对放生，他们的理由是放了还是有人会去抓呀？甚至于说放生影响到生态平衡。我们试问，如果是他们的孩子被绑票了，有人发现了，是不是该去救？或者是该想说，哎呦，放了他，歹徒还是会重复去抓他呀，干脆不要放他了。或者我们该想说，反正世界上的人口已经很多了，救了被绑票的人，可能会影响生态平衡呢。想想看，如果我们自己的孩子是该救是该放，为什么别的小动物就不该救不该放呢？他们也是会痛会苦会怕死的哟。各位，我有一个信徒住在台北，他利用大家休假期间，都偷偷的晚上2、3点就到大海里面去钓鱼，他也觉得很自在啊，不放在心上，觉得这个是乐趣嘛，快乐的享受生活。结果没几年呢，他喉咙长了一颗瘤啊，去动手术，每一天出来就弄一个护颈的铁架子在撑住，他每天叫苦连天了。到道场来，我一看你为什么这样？他就跟我说，师父，因为我以前偷偷的钓鱼钓很多，所以现在轮到我自己了，喉咙不行了，钓鱼的那种模样完全呈现在我身上，这个果报可厉害了。最后他非常的忏悔，在往生之前，我去帮他助念，他死也死不掉哦，好也好不起来哦，就在那边呻吟了，病痛的折磨啊，叫爹叫娘的，一直拼命的翻滚挣扎呀。我去到他旁边，我叫他，你要赶紧忏悔，向对方深深的致以歉意。结果他听我的话了，忏悔的当天，结果罪业就消了，这些所有被钓的鱼呢都原谅他，彼此之间就和睦相处。结果很快，不到20分钟，他就离开了，就往生了。所以有这个事实，师父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千千万万不要去杀害众生，每一个众生都是我们的六亲眷属，我们疼爱都来不及了，为什么用我们的手段这么凶残这么残暴的来对付别人？不应该这样做的。希望我们大家明白。我看到2只猫啊，一只猫吃了一口，它就很有体谅心，非常的慈悲，很有爱心，把这个桶子里面的饲料推给对方，你吃一口，
对方那只猫吃了一口，然后又用脚呢，慢慢又推回来，给对方也吃一口，两只猫就礼让啊，彼此互相疼爱。你看，我们人啊，不见得能够做到啊。人的心性从来都不愿意吃亏的，所以我们要知道众生都有灵性，我们应该要慈悲为怀，善待一切动物。感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